今日我哋嚟到奧運富榮花園，整體空間時尚大方，兼顧美感同實用性。玄關一入門，令人眼前一亮，設計咗高身鞋櫃、半圓清鏡配搭燈帶，鞋櫃收納空間充足，仲貼心咁留咗放遮位。另外一邊轉角位設計咗 L 型櫃，加入咗木條子同鋼琴掛鈎，方便業主隨手返到屋企掛手袋、掛衫。金框玻璃吊櫃採用咗圓弧玻璃工藝，好有設計美感。中空位置加入咗燈帶，配色襯搭深色嘅背板，好有質感。轉角採用咗流暢嘅弧形設計，高效利用咗轉角嘅空間。雲石背板同展翅層架進一步增加咗設計感。接下落嚟，我哋睇下電視組合櫃，設計咗吊櫃、儲物空間、高身櫃。玻璃位置加入咗燈帶，陳列品更有氣氛感。走廊位置特別加入咗歐式嘅弧形門框，頂部設計咗儲物吊櫃。廚房位置同樣設計咗特色嘅門框，連貫返客廳嘅走廊，打造咗時尚簡約嘅櫥櫃，摺疊上翻門方便取物，仲加入咗電動調味升降架，實用又方便。廚房嘅動線流暢，收納空間豐富。接下落嚟睇下廁所嘅位置，設計咗簡約嘅鏡櫃同弧形地櫃，重新鋪咗深色嘅磚，增加咗整體嘅質感。嚟到房間嘅位置，牆身做咗橙底批灰油漆，依家比起舊有現場乾淨又簡潔。到咗主人房嘅位置，用咗啡色嘅組合家私。床尾位置特別為業主加入咗行李收納區。床頭位置更加加入咗軟枕、特色牆、氣氛燈帶，營造線條。梳妝台設計弧圓清鏡，配搭木條子元素。側面設計咗高身衣櫃、地櫃、置物層板，設計多樣化，功能豐富。如果你哋都鍾意呢個時尚單位嘅設計，歡迎 WhatsApp 我哋免費報價啦！